希塔美德下載魅力。魅力係一種無形嘅力量，能夠吸引並且影響他人。佢唔單單只係來自於外在嘅美麗，更加係源自於內在嘅自信、善良同埋真誠。真正有魅力嘅人，能夠喺他人心中留下深刻嘅印象，並且喺各種情景散發出獨有嘅光芒。魅力並唔係一種刻意嘅表現，而係一種自然流露嘅自信同埋優雅。呢種力量讓我哋喺人際交往中更加自如，無論身處何地，都能夠吸引到積極嘅能量同埋人際關係。魅力就好似一束光芒，能夠照亮周圍嘅世界。呢種光芒讓我哋喺人生嘅舞台上，能夠自信咁展現出最真實嘅自己，並且喺追求夢想嘅道路上不斷向前。而家我請一切萬有嘅源頭將你嘅細胞接收器打開，為你下載。我知道源頭對魅力嘅定義，我知道有魅力是什麼感覺，我知道如何時有魅力，我知道如何每一天都過住有魅力嘅日子。我有源頭對魅力嘅觀點，我知道有魅力係可能嘅，我知道有魅力係安全嘅，我有魅力。如果同意以上下載嘅朋友，請講 Yes 去接收，我為大家見證。所有下載都下載到大家身上每一個細胞，所有信念層面，所有語言，所有時空。多謝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。